绿色和平哦，伫8月去小琉球水下10公尺来进行生态的调查。伫真侪观光地点发现讲，每平方公尺的范围内无半只鱼仔，就算有哦，嘛拢只有5公分到7公分，是真细只。状况是比垦丁还有离岛还歹。厂水人员伫咧水底10公尺深的所在游船划线，准备要来好好观察海里鱼类生存的状况。拄到会当看到几只。款团绿色和平伫咧8月中下旬，找调查团队来到小琉球6个景点的沿近海调查生态，其中5个地点每平方公尺平均干那0.4至0.8只鱼仔。鱼仔分布的密度比垦丁甲离岛也搁较低。其他的地方都不到1只鱼，其实数量是非常的少，而且体长也非常的小，它平均只有5到7公分，鱼类的资源都呈现下降的这个趋势。绿色和平指出，其中伫咧花干礁生态变化上大，每单位面积平均的鱼仔数量对2010年的2只半，减少到今年的0.6只，显示鱼类的资源正咧衰退。研究团队嘛发现到真侪地点酸蚵分布无到30%，而且酸蚵大体系嘛出现优势物种单一化的趋势。那小琉球反而是雪上加霜，就是人为的污染破坏非常的多，那又再加上气候变迁的冲击的话，那它就挡不住了，所以它现在衰退的非常严重。学者认为，要保护小琉球的生态，目前上要紧的是要改善人为的污染，也该设置保护区。绿色和平认为，要赶紧推动海洋保育法，才会当真正来保护海洋资源。也若敢要针对观光客来管制人数，也是收上岛保育的费用。当地观光发展协会表示，居民有一半支持，一半反对。若要达成共识，恐惊还有一段真长的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